乡亲啊，继续要来讲公务人员因公死亡甲因公殉职两项的抚恤金是差伫要一倍。来看今年的2月，基隆八堵分驻所值班的员警，互嫌犯开车冲撞死亡。即摆传出讲，基隆市警察局认为，代志发生的当下，并毋是像台南的员警甲歹徒交手互挂后死亡，所以只会当认定是因公死亡。消息一传出来，引发着基层员警的大反弹。今年2月，嫌犯驶偷牵的货车弄入去基隆八堵的分驻所，当时值班的所线员警不幸来过往。为内政部政务处长到行政署长、新北市长拢亲身来出席告别式，不过即马所传出基隆警局认定所线员警当时人伫咧分驻所，照公务人员抚恤法的规定，认定是执行公务因公死亡，毋是冒险执勤发生危险，就无算因公来殉职。不过两项的抚恤金差要1倍。他因为因公死亡的抚恤金牵涉到当事员警的年资跟底薪等等，那因此可能没办法像因公殉职一样，能拿到1000多万的抚恤金，那顶多可能只有几百万元，那这当中的差别就相当大了。2年前，台南的2个员警发现同一款骑装车一路追捕，所互人抬死，引发着各界关注警方的执勤安全。当时内政部长就统领全台警方，若是拄到反抗，就要用枪。意外总是料想未到，警方定定就要处理高危险的案件，不过家属申请抚恤煞受限规定，常常拢无符合因公殉职的条件。定义无明的状况之下，传输部最后认定，互未少基层的员警是真切心。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